杠比赛，田级、中年级、高年级的比赛，比赛开始哦。1号，请上台；2号，请准备。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编号第1号。今仔日我要演讲的题目是“阮厝内的人”。头起上，我来上届的阮阿公，伫我的心目中，阮阿公是世界上上亲切的白老人地，才有过来谈理做石头，规定人有缘啊，啊伊写字了后，个人甲个人摕去做工课。好，行，很恭喜啊！就交了下。编号第1号，今仔日我所要演讲的题目是台湾好佚佗。台湾好佚佗，是一个头真美的事物。我若小弟啊，唱若好嘛，到我回家伊就会臭臭的臭豆腐啦，点叫伊酥酥的臭豆腐，是逐摆活起落感上少量的。蚵仔煎我嘛真喜欢食，真喜欢吃蚵仔煎，佮甲着我食的人同甲。起头间嘛有好耍面。片话老师，各位小朋友大家好，我是第2号。今仔日我要演讲的题目是手机中的艺术，善食阁无白付的聊天的网者，照贪乱一嘴仔饭，过着伫日本人统治的时代，台湾人本正我感觉是鼓舞会道。不过过一段时间了后，我的目睭煞好去。细细的目睭通看，我要甲阿嬷讲，阿嬷，感谢你，努力哦。您到这幼稚园呢？没有说我是什么地方，幼稚园哪一个？水蜜桃班，中正园水蜜桃班。开始咯！欢迎各位来宾、各位小朋友来参加咱这个盛会。首先，我先来介绍头前咱这3位评审老师。第1位就是邱婷婷老师，第2位是林汉松老师，第3位是林明兰老师。真欢喜大家会当来这共同参与这个演讲咱的幼儿园的比赛，而且首先我有几项代志要麻烦大家会当配合我进度。伫咧比赛当中，甚至唔通行来行去哦，这嘛是尊重咱比赛者的一个风度。我相信大家拢做会到。接下来就来了咱这个比赛，统统是软
2分半会听2声，听到2声2声，就会当随停止比赛。就台比赛对我的倒手着就台种吼，诶，小朋友做一个鼓励。接下来演讲的小朋友，若开喙就开始计分啊哦，所以就爱会记哩这点。伫这个评判老师伫咧比赛结束的时阵，会进行咱的分数的计算。有这个欢迎小朋友甲家长拢会当留落来听，咱会有评审老师会起来讲讲评。若有任何的问题，嘛会当来请教咱在座的评审老师哦。徛好，行咧。一两三，阿婆去洗衫，一个人地车撇到来，七八九，我牵一只分两角，十11天想真趣味。有好好，有山尾，有高。
今仔日要来讲杨妹仔困袂去的故事。有一天暗时，杨妹仔想困袂去，伊伫草坡顶头行来行去，伊捡一只花仔，一直用落尾花仔飞无去啊。车顶有两只票，因困啊足甜，阿成也是无想要困。车顶有三只暗光鸟咧叫，伊讲爱动去啊啦，面部一个花仔，拢总有四只。轻轻啊，阿姨的头壳顶飞过去，才想讲，嘿，阮即马才要出来哦。苹果，这时阵阿成看到车顶挂了苹果，是要问讲，这车伤大啦，车边有哪只风车？风车讲要看卖啦，才有一推，阿成甲先生推到到飞过来，我落尾就甲接，不过呢，讲是苹果放落，但是呢。名声是无想要，现在要只好经过一直飞来飞去，有个只草莓仔伫草坡内面跳舞。伊跳跳，有在台飞鸟，伊看到手过过去，阿上飞上家家，离比伊厝那后壁，抬头看见头前动，有只虫仔厝，伊豆豆啊点嘛，万年顶了还有这电门，伊发现着，如果车上。阿成讲，警察，我要来画图，伊个家己画图，全部挂伫壁顶。这时阵，阿成腹肚枵啊，伊拄一寡好食头啊，都想着已经煮下嘛。即摆也无应该食这款物件，即摆应该去洗一个零爽快的身躯。隔壁的房间拄好有一张床，伊就家己倒落，无着等一个门口。伊开始想啊，着爸爸妈妈、哥哥、弟弟、弟弟、妹妹、阿伯、阿母、阿姐、阿姊、阿哥、阿姨、阿姑、阿公，应该出席是在创啥？我讲去啊会，直想到我啊，都困去呀，啊想困去呀，暗暗都想赢嘞。看到囡仔咧讲台语吼，是毋是爱搁甲加支持？希望明年吼，咱爱5若4组哦，大家拢小少来参加咱即个关怀台语演讲比赛。哦，大家搁有人加手几组来，大家安尼较有通看，看到囡仔足讲吹着这4组安尼就煞足无彩的吼。即摆是咱评审老师伫咧计分的时阵，哦，咱小等一下，再来进行咱的节目。各位贵宾、院长、咱的家长、老师、小朋友，大家好！真欢喜吼，咱2017年关怀台语演讲比赛，今仔日轮到咱员林区来比赛吼。员林区通常伫个咱的全国语言竞赛内底，决赛来讲吼，伊遮的囡仔是拢足优秀。阮长期咧训练囡仔。我嘛知影讲，员林区的囡仔吼，是咱南中华上界有竞争力的啦。所以我来甲员林区吼，我一种足特别的感觉。而且咱和员林国小，伊较早嘛捌办过语言竞赛的一个场地。所以我对员林吼特别无共款的咱一种竞争的对象吼。咱今仔日我来评的这组是幼龄园这组。幼龄园这个部分，伫各项来讲吼，各小来讲，伊真正有一寡差别。其实吼，伊的题材真简单，
伊的题材伫咱的民间文学内底吼，可能是一念都拢有。伊的内容要找吼，老师一定是安那，为咱的民间文学，啊是讲咱新的创作内底来找。所以我知影老师咧找资料的时阵吼，一方面伊去找传统的，啊有诶伊去找迄个新的，甚至有诶幼龄老师伊嘛会家己创作。啊，咱关怀文教基金会吼，咱的大家长就请到周委员，最近伊就是吼去成立一个咱的幼儿园吼，要来做一个访视，而且吼。伫即个时间吼，伫个咱的台语文学区幼儿园老师嘛接受吼专家来训练咱的台语的罗马尼，佮一寡咱的相关的文学。所以幼儿园即个吼是大家足认真、足想要去家己吼斗相共的即个所在，到底是行啥物步数？啊，我即摆就咱今仔日咱即几队的小朋友，啊，甲我即几年来吼，安尼看起来经验，大家小分享吼。比赛总是一种规则，伊内底的迄个内容，咱的内容吼，你若看到简章，你就知吼，内容伊真简单，啊，可能就是伊的教义吼，伊的教义，拢有即个部分内底。啊，虽然讲囡仔人吵来台，吵来较做杂教，啊，这是咱台语的特色，叫做有声。伊若简单讲，伊就是第一，啊，第一你若快乐，你就袂变做快乐。所以这个部分吼，因为这是语音内底咱爱注意的所在吼。啊，当然吼，语音咱有真济吼，咱即摆才是原型嘛。吼，啊，你即摆有闲吼，你有闲吼，啊，你无啊，对不？你爱去家己安那，去家己发扬吼。眼前原型上头，拢有一种特别的声音吼，啊，听着真爽快，听着3分钟尔，你要哪甲分配？吼，啊，总是袂使袂食。啊，咱团体咧对就是讲，每一个人爱坐念，啊，甚至吼有两个做一队，也是讲一个人独念。啊，今仔我看大家拢有分配着，因为这个囡仔拢照顾，就是爱较注意的吼。好，啊，当然吼，咱还有一寡声音吼，这个部分就是变成讲吼，就是讲起来咱大家都注意，你要适应这个麦克的声音。啊，因为咱那个拄好听地吼，看就是讲超年代，超年代。啊，当然，这是吼演讲比赛，囡仔的部分吼，即你讲是诗歌，还是囡仔歌，还是吼你要做要来做一个表演吼，拢会使，啊，唱歌嘛会使，啊，但是今仔日吼有一组，伊是用绘本讲故事的方式，啊，咱中华管理比赛的时阵吼，有足侪分类，有足侪平台，伊嘛有口说艺术，口说艺术就是读书稿，哦，啊，绘本讲故就是。吼，像拄只安尼，有人安尼拢安尼讲过吼，啊，而且佫有一种叫做诗歌朗诵、诗歌朗诵吼，伊会讲较慢。啊，另外一种就是咱即摆你比赛这叫做演讲吼，所以咱爱看囡仔到底要参加要一种的形态。啊，当然我即摆拄啊吼，我专工甲简章摕起来看吼，这就是吼，因为委员咧推出台语。伊要互即个题目较开阔咧，所以阮即个部分我无甲你掠吼，阮互你当做你这是今仔日来表演，是正式的表演吼，是正常的内容，啊，个平台表现出来会较赞吼。啊，另外一种吼，今仔日这拢无伫咧考核内底，我是要甲大家互相分享，吼，啊，对比赛真正有一种规则咧去。啊，我希望讲吼，咱后明年即个关怀文教基金会艺术团来分享，多谢大家。笔名叫做《甜蜜家庭》，有时间请恁再来观赏吼。佮再来，我要甲大家讲的，恁知影无？伫咱中华文学馆、美学馆遐有一个。中山国小黄子晴、桂淑玲，还有洪万栓，带动这首伊所写的《咱中华》，给我声鼓励者。各位贵宾，咱真欢喜，今仔日大家做伙伫遮看咱的细囝。用咱家己的台语来演讲、讲话、唱歌，这是咱家己的母语。期待大家对家己的厝内、家己的学校、家己的所有的行动中间
会当延续来推动。所以无论什么时阵拢会当用。啊，歌咱听咱的细囝唱这个歌，其实是足好听，对不对？所以伫遮，我想讲，我想咱大家手里有咱中华，咱大家拢是中华人，相信咱大家对咱家己的地方有真侪感情。但是我就想讲，借用安尼机会来写起来，来写做歌，然后互咱大家对家己的故乡有较侪关心、较侪了解、较侪感情。首先，我先念一遍，请大家做伙看好唔好？然后遐做伙听，我甲大家讲哦，即摆由明年开始，咱教育部就已经决定，因为听咱这首歌了，即摆教育部已经咧研究办法，要安怎来鼓励每一县市、每一乡镇，甚至你家己的传理，若会当写你的所在的特色，然后变做歌。就互咱会当发展咱家己的文化，家己对地方更较有感情。所以首先听我甲大家念一遍，然后咱大家做伙来唱吼。咱中华有名叫古树，有山有水人文雅，一府二路三艋角，古早到今有名声。东来北往山海线，拢爱经过咱中华。包括山顶有大佛，落水溪边好田园。鹿港梨花满市街，好美书院好读册。四行车库玻璃庙，独一无二爱保守。坡道溪湖坡道甜蜜蜜。花坛万里香喷喷，梨林柳荫烟滚滚，大城市花红红红，溪州白蜡切切切，田尾花蕊水澹澹，好兴牛奶香滚滚，粉红米粉 Q Q Q， 鼻头猪仔粉嘟嘟，黄金桃仔刺刺刺，山西海产活跳跳。西港有名是蒜头，有山好富人休闲，人女旅游乐安全，百姓朴实真拍拼，企业成功照头名。鞋仔鞋仔脚踏车，世界第一上时行。本土语言主流化，祖先文化咱来传。树农工商交共心，保理保存咱责任。正人牵手向前行，国际发光好名声。好不好？咱中华，这是由我写，是咱大川国小的李义凯老师来辅导的。明年咱教育部就要奖励每一县市、每一乡镇爱拢写好，我想讲这是好的。先问大家一下，台位写无对？伊爱先出题目对无？啊，然后讲请大家念书。我先来问咱的小朋友，哦，这张咱的中华有写足侪地方的名产哦，啊有台位写无对？
这小朋友的。好，感谢咱关怀电台咱当时就吼，咱嘛是金管店金星优金管店吼，跟咱邀那位弟弟张市长哈，各位小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这个有一句南台北往山海线吼，拢爱经过咱中华，知影什么意思无？知影人家唱啊，蓝色。大声一点呐！大声一点。有你。会车刷刷跟海刷，然后已经过九化关。小倩哈，在座贵宾哈，在座参加比赛的小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咱头拢唱这条歌吼，我唱起来足欢喜，咱拢足爱食，就是KO出山什么物件，去年唱的小朋友。葡萄。就说写一个吼，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出一个题目，大家来熟悉咱的台语，咱的母语安尼吼。安尼我先讲哦吼，咱有一句歌词吼，写鞋啊、鞋啊、脚踏车，要问看卖一个，我袂讲咧，你举手举欢喜着，我要出啥你唔知？吼，鞋啊、鞋啊、脚踏车吼，其实嘛是讲咱的山地物件吼，所以我问哦，咱的鞋啊、鞋啊的鞋啊是倒位的？正头。哦，正头。新港有名是啥物物件？对无对？我是重要点好啦，咱看下一个弹跳。现在有那个享受，江西的这个江鱼喜剧。关怀演讲比赛，园林区闭幕颁奖典礼开始。感谢各位贵宾、好朋友的莅临。今仔日咱比赛煞了，随时颁奖闭幕典礼。首先，咱要先邀请周董事长要来邀请咱的主办单位县府。感谢真好人吼，今日主办单位。就是咱的前县长周清玉周县长，也是咱关怀文教基金会董事长吼。咱是不是借一个鼓声，先甲咱这个周清玉前县长甲伊拍一个鼓，甲伊鼓励一下，感谢伊吼，办这个这么意义的活动。伫咱正手边吼，咱这个咱的姚嘉文议长吼，嘛伫头前吼，甲伊拍鼓一下。以及头前台顶的贵宾吼，有咱园林市的这个市长吼，林景芬市长，还有咱这个陈素婉陈立伟，还有咱的赖泽民大对面吼，咱的议员，还有咱议员参选人吼江文辉，还有咱的议员参选人吼张新倩吼，以及有咱这个县府咱的参理王参理吼，以及咱所有今仔日来参加咱台语演讲比赛以及唱歌这个小朋友，以及咱这个家长吼，大家邀早大家好。讲台语吼，爱台语吼，是咱若像咱的母语，特别吼，咱大家人拢摕着这个咱中华
这场的这个歌词，有这个小朋友吼，咱小朋友摕到这张无？啊，咱看到这张的时阵，咱就知讲咱彰化县吼，每一乡镇有啥物特产，啊，借着这个歌词吼来表现出来。啊，其实讲母语，讲这个台语，讲母语吼，对咱吼甲阿公阿嬷是上好的这个亲切的交流。所以吼，其实我一直认为讲吼，咱可能吼较早我会记我读册的时阵吼，讲台语是爱罚钱的，啊，即摆吼讲台语是爱开钱去学的吼。所以其实咱不管啥物时阵吼，来会记这母语，咱拢莫讲吼袂记去，嘛免讲特别去学伫生活上吼，阿公阿嬷、爸爸妈妈甲伊讲话交谈吼，就会当吼有甲真好。当然，咱咧真感谢咱这个周清玉张馆长吼，伊一直咱咧真用足大的心力伫彰化县来乡镇本来拄开始无真侪人参加，甚至无真侪人来感觉真重视这个活动。讲伫伊的拍拼努力之下，即摆愈来愈侪父母嘛真重视讲这个周馆长办的这个活动，甚至感觉讲台语的真重要，甲母语的重要。总是伫遮，咱希望讲咱现场所有咱这个贵宾会当继续同齐来推动咱这个母语吼，互咱这个母语会当讲来愈来好，愈好。伫遮吼恭祝今日大会圆满成功，而且伫遮祝福今日会当得奖的这小朋友，若无得奖嘛，拢无要紧，后届会当过来，好唔好？祝大家圆满成功，平安顺遂，多谢大家。感谢。感谢这些主办单位咱关怀舞蹈基金会，咱周清玉周导社长就是咱的金馆长，咱姚家无姚一长，咱为民工馆长的夫人刘慧茹女士，就金婚市长，还有各位贵宾各位贵宾，我就卖过伊称号各位咱家真古锥的小朋友小朋友，还有家长，大家早，大家好。即个伫遮我看到咱是中山国小的小朋友表演这个台语歌真正是非常的好听因为咱台语就是一种真优美的语言真正咱即摆的一代囡仔拢较袂晓讲语言嘛是会当一个人甲人之间的沟通的一种工具啦就是讲咱囡仔甲阿公阿嬷会当沟通的一种工具咱嘛希望讲透过即款的活动即款的比赛，咱搁较侪囡仔会当来讲台语学台语，互咱的文化会当一直安尼传承一直传落去伫遮祝福活动圆满成功，祝福咱所有小朋友拢有好的成绩，感谢大家，谢谢。感谢你的面对。非常的用力，我来甲咱提供咱的参加奖来拍一个鼓咱家己多谢先，我是感谢咱的关怀舞蹈基金会咱的周导社长，和咱的姚院长和咱今日魏县长夫人，还有陈立伟，还有咱的赖议员，还有咱的许秘书啦，咱跟警公的许秘书啦，跟咱王参议以及咱所有在场咱这小朋友，还有咱这家长大家早安，大家好。讲到台语啦，今年咱讲推动的结果今年较少人报名，我顶年提供的较济，今年咱的产能才57分尔，我送57分。我本来要问馆长讲，100个80分，我就要传80分，所以咱今年传57分。咱知讲，咱今年台语比赛这个小朋友较少，可能是我若接近这个学期末要考试所以讲这个报名的时间可能有种拄着，希望讲咱明年会当园林区去推动的时阵园林国小会当更较侪人来报名，所以我嘛而且拜托着咱所有这家长会当明年继续来甲报名，我嘛拜托着学校继续来参加这台语比赛。我相信台语比赛咱唔是为了要升级，咱是为了咱的母语会当继续流传伫咱每一个所在，所以基本伫遮
嘛甲大家共款啦。希望讲咱的台语的比赛啊，会当有较侪人来报名。主要每一年办这个比赛，咱才会当鼓励着学生啊学台语啦吼。所以咱的母语，咱家己无讲，会叫什么人来讲。所以讲，而且会当听到咱小朋友一年一年啊，伫讲台语啊，愈讲愈标准，愈认真，安尼吼，表示讲咱的台语继续咧进步。所以讲嘛，要感谢咱文教基金会，咱的周董事长，今日伫甲咱斗推动，嘛希望讲咱的家长继续来协助，有咱这个台语啊、母语的比赛，当每一年愈办愈济啦，而且祝福咱今日这个大会万万成功，祝福咱所有这小朋友，让他学业进步，身体健康。感谢你，谢谢，感谢局长。多谢咱们多谢哈，咱多谢，谢谢。然后咱的热议哦，提供真好的礼物哦，咱拍一号请伊甲咱讲几句话，恁个哦，伊会传承来推动咱的台语。感谢，这几十年来，对咱的台语文化教育，非常之推广的，咱的周成友、周前馆长，搁有咱的，这里咱的大先辈，咱的姚议长，甲咱馆长夫人，咱的刘伟，咱的市长，秘书，甲咱的参与，甲现场坐咱的贵宾，甲所有咱遮的，大哥大姐，遮的幼稚小朋友，大家早，大家好。歹势因为时间有限就无过一千块啦。嘛是爱感谢咱的周馆长真正是，毋是讲敢若对咱的联合工会认真伊服务以外过去做咱的先辈以外伊即摆对咱的台语文化的推广真正是非常的认真啦。特别伫咱地方的时阵真正常常看到咱的时势我都甲时代开讲讲话的时阵感觉讲是真可惜啦。所以透过安尼活动时阵咱的幼稚小朋友拢会当来讲咱的台语，甲时代人做交流以外，嘛会当互大家熟悉咱的台语文化。因为大家知影讲台语毋是只是甲时代人讲话一个假词尔，台语伊是文化，是艺术，而且是一个上重要的咱的根本物件。所以希望大家会当讲继续伫厝内底的时阵咱伫学校拢讲国语啦。所以伫咱处理的时阵尽量互咱的幼稚小朋友拢会讲台语就好安尼。我就较早就是安尼。所以我伫国校的时阵特别讲国语袂使会晓讲，但是即摆我都感谢阮时代人安尼甲我教，我会当讲今仔日用咱的台语、咱的母语徛伫遮，甲大家开讲大家做交流安尼。所以希望大家会当继续推广咱的台语文化，深入咱的社会每一角落，大家拢当学着咱的台语以上则互咱今仔日咱的活动圆满成功以外，则互咱在座所有遮好朋友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感谢大家，谢谢，感谢。老这边议员，陈淑华委员，杨金坤市长，大山乡秘书，各位行政人员，包括各副主任，伊拢是行政大楼，感谢。育英国小5号黄希纯英静国小这2位请，恭喜这3位。即摆伫台顶颁奖，其实囡仔若是肯上台，就是得奖。这是对一个鼓励。那今天我们的评审老师来颁奖。今日第2名6号谢佑珍英景国小，8号柯如。今日宣布今日第1名3号锦绣国小蔡正恩，恭喜！请你来各处评价报道。会记咱的第1名、第2名、第3名，甲所有的选手，伫咱的正式评落台的时阵，一定爱签名、名书、奖励品。首先，就说一个培训的，咱就能够给，首先是管。
出来唱歌吼，咱去看的，看咱语文好不好？过来4号边境国小陈嘉德，1号边境国小邱玉杰，8号万里国小陈瑞玲，请你来得主名进下。现主持大家点的是给你今的第2名。大家用力好，3、2、1。这是给你今的第1名。中医级第3名，3位13号大西国小黄安。得到第1名了。11号王阳国小李小千。还有篮球，你看奖品这么多。7号王阳国小严尚。掌声搁甲鼓励一下，第2名有2位蔡成树。万年国小在这里来当这个颁奖的万年国小在这小学当。几位主任，请替咱颁发。后续为颁奖的定来记名，另外的歌手目前是校主任，对你知影情况敢是好？9号静修国小，中医第2名。3号万林国小，2号福建国小。第2名，好声行细声。9号静修国小。咱请咱的冠军了吼。是，总共有4组，今日来做出名叫做关东国小王佩珍，4医生。西国小尤景纯。5号静修国小，再来宣布中医第2名，14号万林国小陈瑞莹，15号静修国小王若君，第2名2位。本政府高有处，下。
宣布高年级第1名12号英景国小张佩轩，第1名，请你来邱秋平报道。过来，再来宣布第2组。 快乐分会第2名，请你来舞台邱秋平报道。第3名。 戏中快乐分会第1名，好棒哦！春季中经济组第1名，2号邀请国小第1名。 容易。预计你们1千，我们来这个预计你们1千。欢迎大家加入。 来，看前面喽，做一个3、2、1。 无安尼英雄，一定来头前，我们小可球球。今天的阿伟，不要打人，要做做做不长的。 顺序。老师，恁是倒位的永远的一直园啊？大声说，侨信国小附设幼。 哦，恁今仔的服装哦，足特别的吼，啊，这服装是家长家弄的，还是小朋友？老师填的啦吼。啊，今仔恁比赛得第几名啊？大声说，第一名。小朋友第一名吼。100分。哦，啊，今仔有赞无？
赞，闭嘴。来，请开赞，有欢喜不？欢喜。闭嘴赞。赞。